面呱呱先生，听通就好。好，撒下來，你會坐下來做動作。好，你個雙腳合起來，喊個來到坐下個位置。雙腳不用到跳前，喊個輕鬆個聽通就下。好，不用輕鬆，腳木住個位置，你起來立起。本腳不用輕鬆開來。好，另外一個方向，你向底部獨立起。好，第二位，你先踩一隻腳，哪一隻腳都做得，你老腳收轉來。出嚟，一隻腳夾起頭彎彎。我記得另外一隻腳伸起來，喊個腳把掌向頭前，腳把掌起頭，喊個肩頭通前而平平哦。好，你條氣手強弱慢慢地卡起來。好，手不用下來個細節，你起來秒到長腳。手秒唔到冇相關，你看看個不用提奶，喊個身體不用輕鬆。好，喊做啲個人咯，手是慢慢地秒到起頭。再個慢慢地練習秒到腳趾間。好，第二位置停愛記得咯，你個身體冇背鼓鼓。身體不用輕鬆，喊個身體個兩骨，你恰恰個順起來。假使講秒唔到腳尖，秒到體內眉毛相關，未做得咯。喊個你個身體順上來，做得個人，你再講秒到腳趾間。好，請記得你個舌頭要向下背順起來而出力。每日為手要秒到腳趾是按用音卡起來。唔是按用音，你個舌頭順起來，你個雙手秒唔到眉毛相關咯，要注意你個舌頭唔會放起來。好，你個舌頭喊個身體順起來，當好你條氣手打開來。再個禮拜手不用下氣，喊個會提醒大家要記得腳要順起來。好，你條氣手大轉來，最尾兩擺哦，條氣不用下氣。好，手慢慢地卡起來，最尾一擺了，手不用下氣，身體順起來。好，你手慢慢地卡起來，當好哦。好，假如你往另外一邊來走哦，強讓你將長腳慢慢地收轉來，喊個另外一隻腳是切個表示好，強讓切頭喊個肩頭而平平，喊個你個腳把掌而向頭前。我唔記得你條線經講解，你個切頭而記得而順起來，頭氣手卡起來，向頭前，做得個你秒到你個腳尖。目珠盡量看到頭前，冇係體內蛋糕，喊個不用輕鬆來。你條氣手卡起來，再個慢慢地不用下來，做每一隻動作都會記得咯，而隨時注意你條氣嘅問題。好，手不用轉來。再個禮拜跳起手不用下氣，順潤太腳臂。好，你跳起手卡起來，假如我最尾禮拜手不用下氣，順潤做腳。好，慢慢地手卡起來，向旁邊打開來。好，你雙腳不用跳前順起來。好，跳起手卡起來，強壯哦。簽到腳趾，切頭順起，手指輕輕個秒到是做得，喊個你個身體一定要順起來。好，你跳起雙手順起。再個禮拜手不用下來，秒到腳趾間，喊個你個兩骨要記得恰恰順起。好，強壯手慢慢地卡起來，最尾兩擺了，手不用下氣。好，手慢慢地卡起來，最尾一擺，跳起手秒到腳趾。好，你個手卡起來，喊個向旁邊打開來。好，第二位你將長腳不用到左腳嘅旁邊。好來，你另外一隻手。能令你個切頭，假使講冇辦法能令一隻手秒到切頭，咪係做得個哦。做得個人，你幾隻手能令切頭。好，第二位將你個長手打開來，喊個秒後背個體內，身體冇向後背哦。好，你旁邊個方向俾大家看清楚。好，就開始冇問題，能好你個切頭。好，第二位記得手打開來個細節，肩頭下高個人要記得咯，肩頭要不用下那輕鬆，兩邊個肩頭要記得要偏高哦。
有的人做了只动作嘅细节，身体会倒下去，规只身体会向后背。唔系哦，你嘅食物很好出嚟，长手是系强强嘅，命到体内，随时做得离开，身体都唔会跌下来，好强壮。你咪唔会让人背鼓鼓，身体向蛋糕存起来。好，你揾长手命到你嘅舌头。你春润南外一片，做得感应，你目珠看到做手，身体慢慢带转来，再个练习日摆，跳起，强壮，长手打开来。假使讲身体做得感应，你嘅目珠看到长手嘅方向。好，最尾日摆跳起稳片。好，身体带转来动昂。身体嘅方向，爱慢慢地转到头前，好，转来了后，自然将你嘅食物慢慢地夹起来，好，第二位脚慢慢地收转来，来到双脚上下交叉嘅位置。假使讲呢只动作对你来讲有啲嘅困难，冇相干，是将你嘅长脚踏起来是做得咧。是将你嘅长脚夹起来，踏到体内，好，而观察自家嘅身体，做得感应，你是侧跳，命到向下，食物坐好，双手，你命体内伸出去，胸脯自然不用轻松。好，第二位，你要改变方向咯，慢慢咧向正片嘅方向。好，来跳起稳片。再个身体转到东岸，身体慢慢地向蛋糕送转来，好强壮一片嘅食物离开，双脚向头前，不用轻松，飞飞呐。好，再个咪系强壮，你往另外一片，长手不用到切条蛋糕，胸脯打开来，手命到后背。强壮我记得，肩头不用轻松，不用下来，手指轻轻嘅命到体内时候，身体顺气，目珠做得感应，你看到后背。好，身体转来，再个日摆稳片，出嚟当好。好，再个日摆身体带转来，跳起高稳。好，最尾日摆咪系强壮，跳起稳另外一片。好，身体带转来了后，你强壮哦，食物夹起来。好，慢慢地将你嘅舌头收转来。好，食物坐好，双手命体内向头前，你休息一下。强壮我记得跳起。再个加上身体嘅方向来到左边嘅位所。好，跳起不用轻松，往另外一片。好，最尾日摆来到东岸嘅位所，再个将你嘅身体慢慢地送转来，强壮身体喘气，冇背鼓鼓。好，强壮食物夹起来，双脚向头前并好，飞飞呐，喊个不用轻松。好，第二位将你嘅舌头打开来，脚把中自然仰起来，身体冇背鼓鼓。好，长脚冇天痛哦，左脚慢慢地打开来。左脚慢慢地并到后背，冇是系长脚先做未做得，通前都做得。好，双手并到身体嘅头前，命体内向头前。好，做得感应，将额头并到体内蛋糕。好，你身体慢慢地向蛋糕送转来。好，第二位，你嘅长手命到体内，喊个做手平平夹起来。手带领你嘅身体向正片恰恰穿上去，好，身体转来。第二位，你嘅食物做得错好冇相干，假使讲做得感应，加上食物夹起来，胸脯向正片后背，目珠看正手嘅方向，好，手慢慢地带转来。再个日摆跳起强壮，食物夹起来，喊个手按命稳掉。好，跳起手慢慢地打开来，身体休息一下。好，再个日摆，恰恰穿上去，食物离开你嘅体内。你跳起双手打开来，最尾日摆了，手穿上去，食物离开体内。
好条鱼手慢慢地打开来，后背个脚拿转来，切接来往南外只脚，你双手强壮向挑前，胸脯自然个向挑前并向松。好，你个身体强壮，慢慢地送转来，左手压体内，将手经过胸脯个位置，恰恰个穿上去。好条鱼是否并向松，手平平，再个日摆手穿出去，头鱼并向松。好，你手打开来，出来非常好，最尾两摆加入头鱼，韩国师傅慢慢地离开体内。再个慢慢地并下来，最尾日摆手经过胸脯，恰恰穿上去，手并下来，脚慢慢地收转来，转到那个世界位置，而记得身体要穿起来。好，第二位你跳起一下，手卡起来，再个慢慢地并下来，再个日摆手卡起来，并下来，最尾日摆跳太起。手再个慢慢地并下来，大家再等好哦，大家辛苦咧，拜拜。